传奇球星铃木一朗在美国职棒大联盟海外开幕第2战后退休。这场伊朗的最后一场比赛却出现转播插曲，因为电视台中断转播更换频道，让不少日本网友没看到伊朗退场实况而哀嚎。大联盟海外开幕第2战晚间在日本东京巨蛋举行，效力大联盟西雅图水手队的伊朗在赛后举行记者会，正式宣布退休，让这场比赛成了伊朗的最后一役。日媒 HuffPost 报道，负责现场实况转播的日本电视台 Nippon TV 的无线频道，在日本时间晚间8时54分就中断转播，让许多观众无法看到伊朗的最后打席。虽然日本电视台在无线频道的转播中断后，将实况转播移到卫星频道，但有观众家中因无法收看卫星频道，在社群网站上表达不满。有网友说，伊朗在8局下半上到守备位置后退场，水手队员全体到休息区前迎接伊朗的画面令人感动，但日本电视台的无线频道竟然因为转播时间到了就中断转播，无法让大家看到这个场景，真是令人遗憾。日媒 Smart Flash 报道，这场比赛晚间6时35分开打，结果转播是从晚间7时才开始。有网友说，原以为会转播到比赛结束，没想到晚间9时就没了。虽然转播转到卫星频道，但没看到伊朗退场的画面。伊朗最后一场比赛不转播到结束，真的很恨日本电视台。但也有记者说，其实最不甘心的应该是日本电视台，虽说在安排节目时并不清楚伊朗会在赛后宣布什么，但如果能够在无线频道继续转播下去，不知可以增加多少收视率。报道指出，在这位日本民众心目中的英雄最后一场比赛泼冷水，代价可说相当大。